這是一個關於勇氣同慈悲嘅感人故事。當 Pietro Palazzini 喺梵蒂岡神學院廚房洗緊碗嗰陣，佢突然聽到出面傳嚟一陣尖叫聲。嗰日係1943年10月16日，納粹黨進入羅馬只有5個禮拜，但係佢哋已經展露出嚟到呢度嘅真正目的。Pietro 丟低條毛巾，即刻跑去窗口睇。佢見到嘅畫面改變咗佢一生。貨車停滿咗猶太區狹窄嘅街道，黨衛軍 SS 將一家庭一家庭咁由屋企夾硬拉出嚟，細路仔喊住揾緊已經被推上車嘅父母，老人家喺石屎路上行到跌跌撞撞，雙手仲俾人反綁住。Pietro 親眼睇住佢哋將超過1200人推上貨車，佢心知肚明呢啲人會被送去邊。2日之後，火車開往奧斯威辛集中營，最終只有16個人可以生存返嚟，但係 Pietro 腦入面一直諗住嗰啲走得甩嘅人，嗰啲當貨車嚟到嗰陣四散逃命嘅家庭，佢哋匿咗喺邊？喺周圍都係納粹巡邏兵嘅羅馬街頭，佢哋仲可以撐得幾耐？嗰晚，佢做咗一個決定，呢個決定影響咗佢打後56年嘅人生。羅馬宗座神學院利維布現場只有幾個街口，呢度有古老嘅石牆，有幾十間空房，仲有一樣納粹黨唔敢亂喐嘅嘢，就係梵蒂岡嘅保護。Pietro 由小事做起，佢細聲同其他神父商量，周圍打聽，揾值得信賴嘅人幫手。唔使1個禮拜，第一個家庭就嚟到佢門口。Rosenberg 一家有4個細路，最細嗰個仲未識行，佢哋已經喺地牢匿咗好幾日，每晚都要搬嚟搬去，揾殘羹剩飯食。個阿媽對手震得好犀利，連抱 BB 都抱唔穩。Pietro 帶佢哋去3樓一間房，同佢哋講，喺呢度，你哋安全啦。但其實佢知自己講緊大話，就算係梵蒂岡物業，納粹軍都唔一定守規矩。佢哋已經守過羅馬3間教堂，喺告解室揾到匿埋嘅家庭，仲捉走咗神父去盤問。Pietro 好清楚盤問代表咩，雖然係咁，嚟求助嘅家庭越嚟越多。Cohen、Moretti、Segre， 每一個家庭嘅眼神都係咁空洞，手上拎住嘅係逃跑前隨手執到嘅嘢。Pietro 將神學院變成咗一座地下城市，宿舍房住滿咗家庭，儲物房變咗做臨時廚房。細路仔就算玩嗰陣都要細聲講大話，但單靠匿埋係唔夠嘅，佢哋需要身份證明文件。Pietro 一世人都未試過偽造文書，但係喺絕境中，人會學得好快。佢鑽研真正嘅領洗證明，學到可以完美模仿教會印章嘅每一條線條。佢不停練習簽名，練到隻手抽筋為止。深夜入面，佢喺燭光之下，將猶太家庭轉化成天主教徒。Rosenberg 變咗做 Romano， 細個嘅 Sarah Cohen 變咗做 Maria Colombo。每一張假證件一旦被發現，對佢哋、對 Pietro， 甚至對所有人嚟講，都係一張死刑令。最難捱嘅係等待，每日朝早都有新嘅巡邏隊，下晝就有首部嘅傳言。每晚 Pietro 都眼光光咁聽住出面石屎路上嘅軍靴聲。佢會心入面數住樓上住咗幾多人，
37個人，12個細路，所有人嘅命都交託喺呢啲一日比一日顯得薄弱嘅牆入面。嗰年嘅冬天嚟得特別早，糧食短缺，神學院嘅暖氣系統又壞壞地，細路仔發高燒退唔到。Pietro 睇住啲媽媽抱住喊緊嘅 BB， 又要驚喊得太大聲，睇住啲爸爸望住幅牆發呆。佢哋知道自己嘅生意冇咗，屋企被抄咗，以前嘅生活已經徹底消失。但係起碼佢哋仲生存緊。2月嗰陣 ，Pietro 聽到聖羅倫素教堂被搜捕，12個家庭被發現，幾個鐘頭內就被送走。佢識得嗰度啲神父，佢哋都係好人，做咗同佢一樣嘅抉擇。嗰晚佢幾乎想放棄，佢差啲想同啲家庭講，佢哋要另搵地方匿，風險實在太大，恐懼太過折磨。就喺嗰陣，小 Sarah 而家叫 Maria 送咗幅畫俾佢，幅畫畫住神學院，上面用細路仔幼嫩嘅筆跡寫住安全嘅屋。Pietro 一直保留住呢幅畫，直到佢去世嗰日。春天帶嚟咗希望，盟軍向北推進，收音機傳嚟就快解放嘅消息。神學院入面嘅家庭終於開始再次討論之後嘅生活。1944年6月4日，美軍坦克駛入羅馬。Pietro 企喺神學院門口，睇住佢藏咗8個月嘅家庭，第一次行入陽光之下。佢哋擁抱佢，喊到收唔到聲，承諾永遠唔會忘記佢。37個人入嚟嗰陣係難民，離開嗰陣係生還者。大戰之後 ，Pietro 回復咗正常嘅神職工作，教導後進，打理院務。造反呢啲普通嘢，對經歷過9個月生離死別抉擇嘅佢嚟講，感覺好唔真實。但係教會留意到佢嘅付出，佢慢慢升職，責任越嚟越大。1973年，教宗保祿6世封佢為樞機 Cardinal， 係天主教會最高嘅榮譽。Pietro 好少提起嗰9個月，就算做咗樞機，就算報紙想訪問呢位戰爭英雄神父，佢都係保持沉默。佢將呢啲回憶藏喺心底。細路仔為咗唔俾納粹聽到而壓抑嘅喊聲，行街嗰陣袋入面假證件嘅重量，仲有嗰啲嚟唔切去到佢門口嘅面孔。1985年，當 Pietro 73歲嗰陣，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頒發咗最高榮譽俾佢——國際義人 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。呢個係表揚喺大屠殺期間冒生命危險營救猶太人嘅非猶太人，同好多死後先獲獎嘅人唔同。Pietro 親眼見到呢份榮譽，佢去咗耶路撒冷出席典禮，重遇咗當年佢救過嘅人，仲抱住佢哋嘅孫仔。呢啲新生命之所以存在，就係因為佢哋嘅祖父母當初喺神學院揾到避難所。嗰日佢對記者講：我只係做咗每個人都應該做嘅事，但大家都知呢句唔係真。大部分人唔會為咗陌生人冒死，唔會將反攻地方變做避難所，更加唔會喺納粹巡邏嗰陣喺燭光下偽造證件。Pietro 喺2000年去世，享年88歲。距離佢目送啲貨車離開已經過咗56年。呢56年嚟，佢一直背負住救贖同遺憾嘅重量。喺佢葬禮上面，好多人企出嚟致辭，唔係樞機或者高級官員，
而係一個個平凡家庭。當年嘅細路已經長大成人，當年嘅祖父母曾經喺神學院嘅房間入面，向下一代細聲講出自己真正嘅名。佢哋講述一個後生神父嘅故事。喺選擇沉默比較容易嘅時候，佢選擇咗勇氣。佢將恐懼化為行動。佢證明咗，有時人生最重要嘅一件事，就係喺人哋需要遮陰嗰陣，打開你嘅大門。Pietro 永遠唔知自己救得夠唔夠人。佢一直掛念住嗰啲去唔到神學院嘅家庭，亦都無忘記過1943年10月16日嗰陣貨車駛走嘅星。但係有37個人因為佢而活落嚟，佢哋嘅子子孫孫會將 Pietro 嘅勇氣種子一直傳落去。呢份意義比佢想象中更加深遠。